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南投草屯的东德高中积极来转型，去年来成立着双语的国中部甲高中部，聘请着外籍的老师来提升着学生的竞争力。随着感恩节的到来，特别举办着活动，展示着学生学习的成果，嘛邀请家长做伙来享用火鸡大餐。体育假日，国际教育东德高中举办庆祝感恩节的活动，让学生会当甲平常时上课所学到的物件，以活动的方式实体化来呈现。这活动都是由我们主办，所以就是从做中学，学中做。我觉得其实可以体验一次，真的是蛮好玩的，因为我从来没有体验过这种节日，然后来参加这么盛大的宴会，多了解一些关于美国的文化。还有也是一些增进自己英文的能力啊。感恩节伫北美国家是真重要的节日，当然是台湾的二九暝。学校为着让教学更较活泼，透过邀请家长做伙食饭，欣赏学生精彩表演，来熟悉国外文化和习俗。解什么是美国的感恩节？所以就是最重要的话，就是给他们介绍那个活祭的那个菜，就是那个我们通常吃的那种那个菜。那另外一个是我们给那个小朋友去介绍为什么美国人就是庆祝这个假日。很感谢同德有这个机会让我们参与学校的活动，因为平常小朋友都住在学校，我们很少知道他在学校的状况。透过打造优质的学习环境，引进主管外化教学，开发囡仔学习的兴趣。学校的目的都是让优秀的学生会使继续留伫南投读书。